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7月2日公視第2台下晡新聞，我是蘇眉。咱做伙來關心今仔日的新聞重點。中聯的問題又影響全台灣，行政院今仔日下晡邀請6都的市長開會討論實案。台積電一個姓陳的政府理去予中國吸收去，可比台積電的機密文件無檢署求刑7年。雲林有181棟歷史的口湖牽水莊髒起果，依照鼓勵打飯搭放水龍。新聞頭家先繼續來關心這中聯的問題，又是影響到全台灣。今仔日南部的台灣消保協會，也有北部的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攏舉辦記者會，宣布要拍團體訴訟。無論是學校單位，也講是民眾，只要是甲相關的證明傳互好勢，就當交予消保團體來拍官司。繼續毒球影響學校食食安全，台灣消保協會手提口號牌，要替這個受到中聯問題有影響的學校來拍團體訴訟。協會講，目前相關單位提供的資料，受毒有影響的學校有861間，幼兒園有334間，因為問題由一批接一批逼，無排除會閣增加。佮加上即陣當咧休熱，除了收件時間延長到10月底以外，收件認定標準嘛會放零。只要學校你使用到泰山福壽服貿，你有覺得你可能有危險，或者是學生家長，甚至於學生要求他想要爭取權益，都可以，我們會從寬認定。反正到時候真的成立團體訴訟進就法院的時候，法官也會做比較嚴格的審批。南部攏有消保團體開團上記者會，佇咧行政院消保處的協調下，南部是負責學校的部分，那北部的消基會會針對一般社會大眾來收件拍官司。消基會表示，中聯泰山福保復收4間公司，目前7批確認有問題，又已經回收2700多棟，以豐盛路價有5200多棟。目前上大的問題都是真濟消費者唔知家己是唔是有食到遐個球。現在因也先設計一個報名 QR code，也希望消費者做過徛出來，濟人力量大。各位消費者，如果你覺得你可能是受害者，請你掃這個 QR code，來跟我們消基會報名。那之後，等我們比較確定說到底應該要請這個授權方繳交什麼東西的時候呢，會由我們消基會主動的來通知您。消保團體表示，這回受到問題有影響的人數會比頂屆頂新的毒球更較濟。除了消極的團上作為以外，也希望政府相關單位會當做好源頭的把關工作。民眾的食食安全絕對袂當有一點點仔小覺察。記者柯家族區條用綜合報道。新竹市最近有這吹粉是驗出假傳，今仔日議員是開記者會批評市府激放放，講台南是5月底就驗出吹粉有問題，通報新竹市府。不過，這衛生局說是一直拖到7月18才公布，造成有假傳的吹粉無法度隨落價，回收率無夠2成。守食安要及時，護市民別卸責。發口號要求市府對民眾食安全負責。新竹龍金牌吹粉頂禮拜因為驗出假傳，和衛生局下令落價回收。有新竹市議員出面指控市府，講今年5月底吹粉佇台南就已經驗出問題，通報新竹市衛生局，市府竟然慢2個月才對外公布，害民眾早就把有問題的吹粉吃入腹肚內。抽查出驗結果早就已經出來，甲醛超標。那就算呢，你需要複檢，遲至6月底複檢的結果一樣甲醛超標，當時候就應該同步來公布，結果又隔了3週，7月18是否你才公布？我們認為這就是蓋牌啊，不然什麼叫做蓋牌？隱匿這個消息，勒令停工，但是我們市民都不知情，就這樣放任產品流竄了3個多禮拜哦。針對議員質疑，市府回應接到通報了，第一時間就隨發動食品安全事件處理廳事，依法展開稽查、抽驗、回收，一切攏有按照中央規定來做，絕對無暗崁也是拖延的行為。市府是自從接獲通報開始，就持續的採取各項管制的措施，絕對不是7月18號才開始處理，更也不是外界所稱的沒有要求業者停止生產。我想食品安全是沒有任何妥協的空間，市府所有的作為都有完整的時間軸跟行政程序，可以供大眾來檢視。另外，議員也指出，過去新竹土豆醬是佇桃園驗出問題，這擺吹粉閣有外縣市驗出假傳，食品的把關攏愛靠別個縣市來通報，也批評新竹市政府佇食品安全防護頂懸有正大的問題。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
油品甲吹粉燒煞出問題。行政院今仔日下晡是邀請6都的首長開會討論實案。不過，台中市長羅秀燕是早起就先召地方首長開線頂的國事會議。也那是台北市長蔣萬安是敲電話邀請高雄市長陳其邁參加7月25的凱道遊行。不過，陳其邁是表示講無需要無政治。中聯出問題，由這個風波擱咧炭燒，行政院找6都的首長下晡出席實案會議。不過，台中市長羅秀燕請示中央，透早找地方首長出席線頂的國事會議，針對跨縣市聯防實案法修法交換意見。我想實案是不分黨派、不分中央地方，本來就應該共同來面對、來解決。所以在日前，我們也跟幾個縣市政府共同討論了對於實案法修法的幾個方向和建議，我想這一次的實案會議當中，我們也都會提出來。台北市長蔣萬安表示，有敲電話給高雄市長陳其邁，邀請伊25上凱道，表達對實案的重視。對此，陳其邁是認為講，唔免做這款政治處理，中央甲地方應該針對實案做伙合作。那是不是中央未來也應該要建立定期的，不管是由院長啊，或者是相關的這個副院長，能夠定期的跟地方首長就實案的議題能夠談一談。那也不妨請各縣市能夠在這個時候對國人公布近幾年來稽查的相關成果。羅秀燕、蔣萬安、陳其邁三個人攏表態講會出席行政院的實案會議。總統府發言人桂雅圭表示，應該針對廠商暗崁保強法律。知影批評賴政府急放放，無甲代志做好。民眾黨團指出，實案法已經授權予中央查執，不過中央算是無盡本分，所以提出修法的方向，會建立政府強制抽檢的制度。修法來要求政府一定要去做，民進黨政府不要以為用修實案法就可以移轉問題的焦點。中央應立即盤點全國食品安全檢驗資源，協助地方政府補足檢驗設備、實驗室量能及專業能力。執行稽查一定都是地方政府，即地方政府認為哪一些事情是不需要、不應該由地方政府來做的，你要丟給中央政府來做，那請提出來。國民黨團要求中央強化實案檢驗的能量，協助地方政府補足檢驗的設備，該透過修法花10億。民進黨團是回應，地方政府的權責唔那是發錢，要第一線稽查的責任。針對調野分別修法的方向，綠營是希望好好討論。記者綜合報道。台積電一個姓陳的政府理去互中國吸收去，112年甲香港籍的丁小虎強模佇咧中國開公司。除了是學台積電的人才，佮甲台積電的機密文件 copy 摕走，高檢署是依照國安法定罪，甲姓陳的政府理求刑7檔。也那丁小虎是佇咧看守所過身，未閣起訴。歡喜比讚翕相，香港的查甫人丁小虎被指控是中共情治人員來台灣吸收軍人，經過檢調偵辦，意外發現連台積電的主管嘛對咧變做是共犯。咱台灣各行各業，中國攏無放棄，一直發動滲透攻勢。他們其實是有意識、有目的的，全方面在收集各種情報啦。所以對台灣來講的話，也許我們比較熟悉是所謂的軍事情報的部分嘛。但是在商業跟關鍵科技的情報收集上面，其實也是對我們有共識的哈。這陣強調的風波，高檢署查出涉案的台積電姓陳的前副理，從112年5月開始，9個月時間涉嫌甲丁小虎佇咧中國設立中國半導體材料分析公司，條一個推行南海計劃等等布局，要學台積電人才去中國食頭路，佮非法訂造21件台積電機密文件，再轉去儲蓄，想要互中國來用。台積電不單單在製程技術方面佔有優勢，甚至在整個的後段的 IC 先進封裝的部分的話，其實也是獨步全球，所以這一定也會加深了其他的半導體競爭對手想要來挖台積電的人才機密。因那這個在外台積電前副理，互高檢署批評，無顧產業倫理甲競爭秩序，想要甲中國半導體科技發展鬥相共，犯行非常不可取。依國安法甲營業秘密法等罪嫌起訴，求刑7檔。這嘛是全台灣頭一個咧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營業秘密留去中國互起訴的案件。因那另外一個嫌犯丁小虎，是因為已經佇咧看守所判病死亡，依法無起訴。記者綜合報道。
旗下有叫車外送等業務的外國企業 Grab 要收購Foodpanda台灣的業務，公平會已經受理等咧審查。因為 Grab 的其中一個大股東是 Uber， 所以講外送產業就真煩惱講 Grab 若成功收購 Foodpanda， 這外送市場就會去互規劃放棄無人競爭的狀況。公平會是表示講30天內會決定講是要通過駁回，也是延長申請。公平會進前已經正式受理 Grab 收購Foodpanda台灣的業務，這件收購案關係到店家外送員甲消費者的權益。全國外送產業工會甲立委開記者會呼籲公平會唔通批准併購案。公平會可能開後門，讓它有這個附帶條件合併的情況下，讓企業更加可以去做壟斷的動作。那最後危害的還是外送員、消費者以及商家。那我們選擇的權利更少。立委煩惱 Uber 進前宣布Foodpanda母公司達成收購的協議，大家注意的是 ，Uber 是 Grab 主要股東，恐驚已經掌握到實際的控制力。若是 Grab 確定收購 Foodpanda台灣的業務，安尼根本就是前手接錢後手空，最後受害的恐驚會是消費者、店家甲第一線的外送員。國內的治安專家提醒 ，Grab 捌佇部分東南亞的市場甲華為建立技術合作。未來台灣版本的 App 是不是會當排除華為相關的技術元件，嘛牽涉到國安的風險。Grab 呈現的文件裡面，在這種相關的就是資料治理啊，然後還有監督的機制還沒有很充分的建立的時候，覺得應該先 pending 下來，至少要把這些資訊全部都要公開，然後讓我們在審核之後覺得比較沒有治安的疑慮之後，才考慮。公平交易法是一個鼓勵市場競爭的法律，那我們最主要關切點是說，它是不是有阻礙的市場的競爭？這一點我們公平會納入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針對外送產業提出的實際獨佔，也是假設的競爭利率。公平會表示，在審查時，攏會考慮實際影響力。預計上近30天內就會決定 Grab 收購 Foodpanda台灣的業務是核准，也是延長審查。記者綜合報道。外送專法今仔日正式實施，有人認為講是總算和外送產業有相關的法律通好參考，有基本的保障。不過，嘛有人煩惱講，這恐驚又佫要造成物件起價啊！這外送專法包含什麼內容？實施了後對消費者、外送員甲店家有什麼影響？解判新聞請萬婷解釋互咱聽。是主播，觀眾朋友大家好，今仔日是外送專法實施的頭一天。而這個法主要就是希望確保外送員、消費者佮合作店家的權益，希望佇咧契約、資訊佮有爭議的部分，攏會當清清楚楚。比如講，你今仔日訂一個便當，你送到位的時間煞比原底顯示的佫較久，安尼你是會當合理來取消訂單，而且得到補償。因若你是頭一擺訂會員的人，你佇咧7日以內嘛會當解除契約。但是你想要佫繼續訂，嘛會甲你提醒，袂等到你的口座互人扣錢才來發現。另外，嘛要求外送平台就要列出抽頭的部分，互合作的店家會當知影家己賺偌濟。另外，這個交易的記錄嘛就要來保存，萬不伊若是發生爭議的時，才有證據會當來提供。因為大家上關注的，就是對外送員的保障，上直接的就是算薪水的方式。用過是照路程來算錢，也就是講你送愈遠就會賺愈濟。不過在中搭車或者是等餐點做好的時間，煞攏無算入去。即馬新制度是改做以時間來算錢，按照比例愛有上計工資的1.25倍，而且上無愛有45塊。舉例來講，這上計工資是196塊，平均10分鐘大約是32塊。這32塊若是以伊的1.25倍來算，平均大約是40塊。不過外送平台也是愛予外送員45塊，這就是對外送員的保障。另外，嘛有增加申訴的管道甲保險的部分，有這個保障雖然是好代誌，不過也提升外送平台的成本，這個錢就可能會反映佇消費者甲合作店家的部分。以消費者來講，這優惠的部分是有可能會來減少，免運的條件嘛會來增加，這會員的費用嘛有可能會加懸。因為對合作店家來講，這服務費的部分嘛有可能會起價。這新制度實施，定就是牽涉到經濟方面，不過這實際上影響就愛閣觀察。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判新聞，咱將鏡頭交轉去主播。
感謝慢停，咱接落來繼續來看社會消息。是中華警方佇咧鹿港要抓一個賣毒的藥頭，在過程當中，這個嫌犯煞是駛車弄警察車，想要逃走。鹿尾警方是壓制3個人，隨佇咧車頂抄到大量的毒品。另外，這中華警方也抓到幾多件外州人士做車手的詐騙案，斬斷詐騙集團5億外金流。警察車甲嫌犯的車圍起來，嫌犯哥北區想要逃走，最後警察用優勢警力壓制嫌犯。落車！警察！落車！落車！中華刑事警察隊偵辦賣毒品的案件，查出一位姓陳的嫌犯涉嫌咧賣2級毒品安非他命甲1級毒品依托米酯。進前警察佇鹿港執行查緝行動，抓到這位姓陳的藥頭甲共車的2位嫌犯，現場查考安非他命甲製作依托米酯分段的原料。本案查緝的證物部分有安非他命近500公克，還有依托米酯等相關器具。全案依毒品及妨礙公務跟公務危險，已請彰化地檢署申辦。除了毒品案件，中華警察也連續抓到2件外籍人士擔任車手的詐騙案件，其中一位馬來西亞籍的查甫假作是檢警，甲被害人約見面提現金，警察提早布線排好當場抓人。中華縣警察局表示，除了投資詐騙，最近因為見到干路這項佚佗物仔真時行，也出現相關的詐騙手路。以時下最夯的戰鬥陀螺為誘餌，詐騙集團會在群組裡面或是在社群平台刊登這個廣告，那以低價特惠的方式來吸引買氣。那我們彰化縣那迄今已經受理了25件，財損是184萬元。中華縣警察局表示，今年到目前為止，透過和銀行等單位的合作，成功阻擋民眾匯款予詐騙集團的金額，攏總有2億200多萬，嘛成功斬斷詐騙集團將近5億外金流。警方嘛呼籲民眾，若接到可疑的電話信息，攏愛提懸警覺，若有疑問會當卡105反詐騙專線查證。記者楊淑嫻中華報道。花蓮萬里溪放山湖剛做1級bin界，這段時間為着安全，這萬里溪水尾灌溉用水的水閘門是攏關起來，農地大曲曲，就去影響到稻仔甲西瓜種植。農民是望講，這政府會當發補助，另外也望講政府就要檢討發布警戒、甲開水閘門的標準。最早關安安關係到鳳林鎮農產灌溉用水的萬英圳，佇咧萬里溪放山湖定型了後，因為水尾河道警戒，2個水閘已經封20多天，造成附近的稻仔田攏大曲曲，讓農民真無奈。打田的動作馬上停止啊！那現在沒有水進來，什麼都不用談了。公懷疑啊，居民在懷疑啊，連保護。根據調查，目前有215公頃滿冬的稻仔受到影響，閣有22公頃的西瓜甲金瓜。另外，菜色類的農作物嘛無水通好用，農民就煩惱講生活受到衝擊。鳳林鎮長為着這件代誌，嘛甲中央去冤家。很多當初數據的誤判，我們將近1個月的黃色警戒，事實上這1個月是無風無雨。因為你的過度的寬鬆的發布之後，造成後續的問題。天災的預防，我們大家都盡心盡力，但是你應該更高的層級，要有更高的思維跟智慧。為着了解農民實際需求，佇咧貴連城政委的要求，農業部、經濟部等單位今仔日攏派人去會勘研究講，若是佇紅色警戒期間，甲水閘拍互開，應該要注意什麼代誌？這個還是要由中央來裁示，允不允許我們進場。如果允許我們進場的話，我們就會在林田徑跟萬榮徑這2個進水口，我們會把它做水進來。我們是建議晚上不要開啦，因為我們晚上的訊息會延遲，會延遲的話，我們怕說等我收到訊息通知你的時候，水已經落來，你要關嘛袂？農民呼籲，若是水閘無法度開放，這擺農業損失應該依照天然災害補助。也若貴連城政委嘛佇咧20講會採納建議，也若水閘門敢會開，就交予中央各部會進行討論，再公布。記者綜合報道。咱台灣去年底正式消毒4型肝炎，是比世界衛生組織定的目標佫提早5天完成。不過，醫界今仔日也出面表示講，咱台灣要消毒 B 型肝炎，猶閣愛拍拼。會政府建立標準的照護流程，並佇咧2030年進前消毒 B 型肝炎。
根據衛福部的資料，肝癌、白癌前4個前3名，肝病佫互人講是台灣的國病，因為 B 型甲 C 型肝炎會造成肝的發炎，長期落來就會對慢性肝炎變做肝硬化，甚至是肝癌。伊這袂疼吼，定定就是患者攏等較足嚴重，開來治療吼，足可惜。咱即擺法度甲講，這慢性肝病3部曲較凍調的，莫互發炎。醫生也指出，有一半以上的肝癌甲 B 型肝炎有關係，而且40歲以上的台灣人，佫有10%的人是 B 型肝炎的帶原者。20日，立法院護sinh會招專家甲國健署、健保署共同討論消毒 B 型肝炎相關的對策，呼籲政府建立基層 B 型肝炎照護標準化的流程，檢查是陽性了後，佫要有追蹤治療的計劃。那我們可以希望能夠把病人分成低風險、中風險跟高風險。那如果是屬於高風險，也就是說他得到肝癌風險比較明顯上升的，那或許我們胃腸肝膽科醫師就會開始使用適合的藥物來幫助他們，希望能夠減少肝硬化跟肝癌的一個發生。我們在去年8月又把篩檢的資格放寬到民國75年之後出生，也就是39歲到79歲的國民都可以接受一次的 BC 型肝炎篩檢。那去年擴大的這個族群也有14萬人響應。台灣已經在去年底正式消毒4型肝炎，比世界衛生組織定的目標佫提早5檔完成。不過 B 型肝炎也是國人肝癌上主要的源頭。醫界希望政府建立 B 型肝炎相關的檢驗、追蹤、照護的標準流程，讓台灣也會當在2030年進前消毒 B 型肝炎。記者歸桂玲台北報道。即馬學生都畢業，真濟人咧找頭路。根據人力銀行的調查，今年頂半年南部的工作機會是比去年增加1成，速度是比北部、中部加要1倍。另外，除了薪水待遇，即陣的人也真注重這頭路的工課場敢有優先。譬如講，這工時敢會當春秋，請假敢好請。7月8月是暑假，嘛是真濟畢業的學生要踏入社會找頭路的階段。有人力銀行發表2026上班族認同感調查報告指出，因為 AI 甲半導體產業刷入南部，和去年比起來，1月至6月南部的工作機會年增幅要到10%，比中部5.8%甲北部5.1%是加真濟。調查嘛顯示，對找頭路來講，薪水待遇有關真重要。不過嘛，更較注重職場敢有優先，工時通春秋，也有好請假等條件。薪資待遇還是第一名啦。不過除此之外呢，其實我們大家也很重視職場文化嘛，包含你的同事、你的上司是不是好相處，再來是彈性工時、通勤是不是便利，還有請假是不是彈性，這都成了上班族選擇工作的關鍵因素。所以現在企業競爭的不只是薪資，更是工作品質，還有職場文化。人力銀行月初嘛發布一份調查，指出南部唔是干那科技業的虧有增加，其他像運輸、服務業和零售業是攏有對咧成長。有注重人文學科訓練的外籍大學表示 ，AI 雖然真厲害，不過有關袂當取代人類之間複雜的倫理甲文化溝通。親像要創新執行內容生產等等，攏是日文學科的優勢。校方嘛表示，像南部有公司台語大加入，傳播媒體的在地培育，嘛好有多元語言能力的學生有愈濟下領去發揮的機會。其實我們的學生，即便他不是走這個媒體專業的，可是他本身其實他就是我們會把他更廣義的去定義他就是一個這個媒體傳播者，因為他一方面呢身兼了這個傳播我們本國這個本地文化的這個精髓以外呢，他還要把這個外國的文化帶進來。因為人力銀行嘛表示，為着要協助企業、學校甲學生三方，互相會當找到適合的人才甲工作機會，嘛有建立 AI 精準每項職業工作平台，會當每項工作分享，企業嘛會當來提出校方招人才的要求，針對學生嘛有提出 AI 工具來協助因會當寫出精彩的履歷。記者盧尚珠、曾俊堯台北報道。教育部推動培力學程，要培養咱台灣的數位設計創業人才。有36間大專院校開動畫、遊戲甲互動科技的學分學程，邀請國內外學者的老師、專家來教課。對於網頁有興趣，未來想要做網頁設計的劉苗丁，是讀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拄結束大學3年的學期的學程，其中一門自由選修，不是實踐大學開的課，而且要通過業界的遴選才會當學。知道國外這個產業
跟台灣的那個資訊差還蠻重要的。課堂很自在的是，你可以直接問問題。苗頂選手的是台南大學聯合高雄科技大學、甲南大科大共同推動的 TNDA 未來設計創業家培力聯盟的試辦學程，以影視網絡、遊戲體驗、甲互動科技作為3大重點，各收30個學生。全校的各系所的學生都可以加入我們的課程，然後我們的課程主要就是雙師共授。那這個雙師共授主要就是國際業師能夠親臨指導。引進真濟國內外業界專家，台南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系的蕭培儀講，雖然就要暗時也是拜六上課，不過學到真濟。他們邀請不會只邀請就是畫動畫的，然後他們有邀請，比如說導演或者是做特效的。如果你真的去走動畫產業的時候，你會知道說，如果我要跟，比如說我要跟特效的人對話，我可以轉換成什麼樣的語言。這4年當中，我們不是單純教學生，我們同時在進行學校老師的反向培力。所以4年之後，就算沒有計劃，我們相信在4年當中也已經建構好聯盟學校各個老師的能力了。因為試辦已經整合師資課程甲學分的採認，教育部表示，115學年度開始以4檔為期推動 TNDA 未來設計創業家聯盟學程。計劃主持人閣較表示，後尾會開設幾百人以上的學程，和對所謂設計產業有興趣的學生攏會當修讀。記者綜合報道。2026世界盃腳球賽煞果啊，西班牙是讓16檔總算佫摕到冠軍。等到西班牙，因的國王甲總理親身接見，200萬的球迷佇咧馬德里的街仔頭迎接因的英雄回國。也若是阿根廷這邊無法度完成連霸，不過也是有10萬的球迷壓好等國家隊回國。梅西也看文章感謝球迷來陪伴，恭喜西班牙摕到冠軍。馬德里街仔頭國旗滿滿是西班牙國家隊坐巴士行過市中心，沿路200萬位球迷的國旗大聲喊冠軍，熱烈歡迎當16檔佫得到世界盃冠軍的無敵藍隊公營倒轉來。球員將世界盃冠軍的獎盃舉懸懸，一路唱歌拉曲，甲球迷熱情來互動。隊伍自瓦郡總理官邸的蒙克洛亞宮才行出來，沿馬德里歷史大道一路行去到西貝萊斯廣場，所有的球員攏向叫上台介紹，每一個球員出場的時陣攏有放家己景的歌曲。啊，那迄天拄好是26歲生日的巴艾娜，是獲世界盃冠軍的獎盃登場。總教練德拉富恩特登台了後，互球員懸懸海上天。慶典上後壁全體西班牙隊閣一屆將世界盃冠軍的獎盃舉懸懸，中現前一天佇咧頒獎典禮頂懸的狀況。吉布里戈即屆是佇咧家鄉的球迷面頭前，甲大家做伙分享。啊，那西班牙的國王甲總理佇國家隊一轉去因國家，就先接見因咯。Lleváis ya para siempre esas 2 estrellas que tanto brillan para toda España. Pero sois todos un conjunto estelar y legendario para la historia de nuestro fútbol y del deporte español. 上萬位的阿根廷球迷禮拜日暗時嘛，唔驚落雨，熱烈迎接世界盃代表隊回國。球星梅西是無現身，坐佇車頂懸的球員是向球迷說多謝，啊，毋過看起嘛是真實際。雖然是無法度摕到冠軍，啊，毋過阿根廷的街仔頭，大家遊員是真歡喜來慶祝，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啊，放煙火放煙火，感謝球迷一路以來付出，嘛認為因就是因心中的第一名。Que nosotros hemos venido, aunque sea bajo la lluvia, a recibirlos, y fue mucha la gente que se movilizó hasta acá, inclusive sin colectivos, sin mucha movilidad. O sea, para ellos fue esperar a sus campeones. 無法度佇世界盃上了一屆比賽完成2連霸的梅西，佇咧賽後就佇 Instagram 頂懸講，這份痛苦是非常的大，這個空喙愛開真濟時間才有法度好起來。啊，毋過伊嘛講，反正即馬無法度體會這支球隊完成了啥物，啊，毋過會使佇咧連續2屆攏拍入去世界盃決賽，徛起咧世界骹球球壇的上面頂，本身就是一項難得的成就。啊，那梅西感謝全國球迷一路以來応援，互阿根廷會使團結一心，嘛大方恭喜西班牙得到世界冠軍。公司新聞單秋梅編譯。美國紐約曼哈頓的聯邦大樓外口27號人放火，這放火是一個43歲退伍軍人抗議政府的移民政策，甲海關執法局掠移民的手段。這件代誌，最終是造成3個人重傷。
20透早8點外，紐約曼哈頓下城聯邦廣場26號北邊的門外口，互人潑汽油放火，毋但火子傳出來衝高煙，了後佫傳出爆炸的聲音。真濟為穿制服的聯邦警員，隨甲嫌犯壓制佇邊仔人行道，甲伊掠起來，帶入去大樓內底關押。Poured gasoline onto the ground. It ignited it with a lighter and an incendiary device. That device was a firework, a large firework in a canister. That proceeded to catch on fire, pretty big flame as you've seen on the internet. He then pulled out an airsoft rifle and fired 5 to 7. 嫌犯確認是43歲陸軍的退伍軍人阿拉巴卡。2001年到2005年服役期間，是愛國者飛彈系統易修的工人。伊車頂有放反 ICE 的宣傳品甲標語，閣炸2支寶頭、1支鋼錘仔、4支刀仔，真濟破壞性的裝置。阿拉巴卡向調查人員坦白講，攻擊的目標就是這棟大樓，無要伊敢會造成人員的傷亡。伊互掠的時陣，閣繼續甲 ICE 錯干交。Mr. Arabaka came armed with bad intention. He is an anti-American, anti-government extremist. 阿拉巴卡攻擊的大樓是聯邦警局，內底有包含聯邦調查局 FBI、移民甲海關執法局 ICE、移民局甲移民法庭等等真濟機構駐紐約的總部。最近已經正做反對川普移民政策示威活動的重要據點。這個事件造成1位執法人員在內3個人輕傷。案件目前是 FBI 聯合反恐怖行動任務小組主導調查。紐約檢察官當咧評估起訴的罪名。公司新聞是會中北譯。在地消息來看，熱熱旅遊大國出去佚佗，除了用手機啊、甲翕相機翕相，即陣也有袂少人會揸空翕機。不過，這提醒咱的觀眾朋友，這並唔是每一個所在攏會當飛空翕機。親像台東的道路車頭，就發現幾多件空翕機的違規案件。這鐵基路周邊的30公尺內攏是禁飛區，違規上當會當罰130萬。高雄的觀光車站即時影像，在7月7日8位風台接近的期間，發現有民眾在鐵道觀景台操作無人機空翕。7月17又閣發現有民眾飛無人機，攏拄好互鏡頭錄落來。因為高雄車頭暑假是旅遊的大月，誠袂少遊客來觀光，收費員就定發現有遊客會對無共地點飛無人機，無小心若落落來會造成危險，攏會扣坑遊客，毋過效果有限。這樣子，我下去的時候都在省公路那邊。他們就好幾台在放啊，大部分他們都飛到這個的賠回。在鐵基路附近飛無人機是違法的行為，依民航法規定，鐵基路邊30公尺內攏是禁飛區。縣府表示已經接到民眾的檢舉，警方嘛咧進行調查，一旦查到行為人，除了會向依民航法處罰上懸30萬，鐵路法嘛有相關的罰則。因為無人機可能會妨害鐵路系統正常的運作，上懸會使罰100萬，2罰加起來上懸會罰130萬。距離鐵路應遠離30公尺以上，請民眾切勿以身試法。民眾已經有檢舉，那目前已經向大武分局那邊已經立案在調查當中。因為民眾使用無人機愈來愈多，縣府表示，台東縣有袂少區域，包括離島，攏以民航法劃定禁飛區，有需要的單位愛事先提出申請，嘛愛避免發生模仿的效應。縣府佮代替當地規劃禁飛區的個時，呼籲民眾唔通違法。記者綜合報道。嘉義上出名的就是火雞肉飯，這西區有共一條路有2間共名的火雞肉飯，這陣則是因為糾紛，甚至是冰島起卡動手。這起因是經營30檔的老店要停業，事實要接落來，才發現講這商標已經去互親戚摕去註冊。這老頭家是感覺講真無受到尊重，兩邊為着商標要相告。一名查甫佇餐廳的工作區動手來殺內底的人，半點鐘了後，佫因為情緒激動，佇店內冰島。外面內底的人其實都是親戚，所以因為開店商標的問題，兩邊來貼破面。對，因為他們4年前阿新師就退休不做了，因為他女兒已經嫁出去了，所以我們才跟朋友協商，說要回來接這一塊牌子。嘉義市西區的一條路頂面有2間共名的火雞肉飯，原本經營30檔的老店，7年前因為老頭家無要做，所以放互家己的衛生路去經營。結果老頭家今年才甲老店討回來，重新開店的時陣，所發現商標已經互衛生路摕去註冊。我家己的孫啊，講要轉來做，
啊，就做做甲無代無志，甲無喊我參詳，甲我臨家迄個招牌給註冊，啊，我就感覺咱兩個起碼是就感覺安尼無尊重我呢。因為接觸的衛生女有重新設計招牌，擱去註冊商標，互唔知影老頭家感覺無受到尊重。即擺衛生女佇同一條路，擱另外開店，為着店名甲商標的爭議，雙方就佇網絡頂面互相攻擊。林家火雞肉飯本身我們就沒有去註冊商標，相對的林這個姓氏是百家姓，也是不專用，所以我們根本申請我們的圖案而已啊。老實說，並沒有想要回我們的商標，只是想讓消費者真的知道說，真正的林家火雞肉飯創始人。原本的親情因為開店的代誌產生糾紛，老頭家佫因為厝內有人破病影響心情，才情緒失控佇店內冰倒。即擺兩間店差130公尺，工名口味煞無同，兩邊隨人經營，只有等待司法的判決，互這場糾紛有一個結果。記者林慧婷家己報道。台中有民眾頂日啊坐火車，佇咧豐原等要搬車的時，說是去互月台椅啊生鮮的廠花去刮到，手掌是有要5公分的空喙。代替是回事咧，答應年底之前會甲等車區的椅啊攏總換掉。手一抓真明顯的空喙，緊急處理了後，加載無代誌。但是講，這個空喙是互坐椅生鮮的廠花刮到傷的。我覺得手怎麼痛痛的，然後就流血，然後大概就3-4公分嘛。然後就當下我也沒有看到站務人員，然後因為還好因為我是身障人士，我自己有帶酒精跟膠帶，至少說幫忙把這東西換掉，或是至少把它判軌再上漆。對所有的乘客都是比較好的。這個月17，陳先生對花蓮坐車到台中豐原，準備搬車回去後里。不過佇月台等車的時陣，煞互遐椅仔廠花刮到傷，醫生家己緊處理空喙，並且向代替人員反映，椅仔用臉布甲生鮮的廠花包起來，才袂傷害到別人。不過實際到現場看，廠花生鮮的座椅閣不了濟，伊這個代替敢若用銀刷，甲生鮮的所在擦擦的，實在真囉嗦。就穿長袖。盡量然後不要去直接接觸。對對對，因為有傷口也會感染。應該要立刻用大量的生理食鹽水沖洗傷口，沖洗乾淨以後，要趕快塗上抗生素的藥膏，避免細菌感染。醫生提醒講，若受傷應該加強傷口的清潔，較免感染。若准5年來無注射的人，應該加注一下來確保安全。代替也甲受傷的乘客會室內，除了按照規定處理，也會保障等車的區域甲公共空間座椅的安全。生鏽的扶手呢，換成好的扶手啊。另外，我們其實我們有更新計劃啦，就是說要把椅子換掉了。採購程序好了之後，我們會把那一批所有的椅子都把它換成未來新的一個椅子。代替強調，目前已經咧規劃，甲各車站的座椅換掉，按算會換做積木型的座椅，上緊會佇今年年底陸續完成。記者綜合報道。屏東這位善心的阿伯陳信志，是會佇咧較高出車禍，也是較黑暗的路段裝警示燈。19冬來佇咧南台灣是已經鬥9萬粒的太陽能警示燈。不過7月中，伊咧巡查時看到有電火，是去互選舉的布條砍掉咧，就甲布條拆掉，煞去互人個偷摕。當時的候選人後來了解講，阿伯是熱心服務，已經撤銷報案。用開車的人來下方向啊，甲鎖開啊。親身示範安怎鬥警示燈，佫詳細說明重要性。72歲陳信志是屏東新園人，因為長期義務佇大路設置警示燈，提升用路人的安全，互地方號做警示燈阿伯。毋過伊煞佇7月中順利有燈去互選舉布條炸掉，就主動甲布條拆落來。結果當時候選人當作是惡意破壞，請警方以切着罪上班。做了到這，安怎甲你講？伊甲講我有意講北地布有無？我有啊，我唔得攏下面都下筆錄啊。現在就按照程序走啊，到時候要送屏東地檢啊。陳大哥表示足無奈，嘛已經甲布條交派出所，服務南台灣19年啊，無想到發生這款代誌，因為常常看到莊腳發生交通事故，就自發佇等我厝裝警示燈，對屏東高雄一路到雲林，服務袂少縣市。實際請陳大哥帶記者登去現場，拄好撞到當事人，經鄉長了解是誤會，已經請派出所撤銷報案。報案嘛就是講，到底你是惡意啊，無惡意啊？你北個就是大地方有一個事情，我得來北大。
關係。陳大哥一直向前鄉長回失禮，前鄉長嘛講這是做善事，畢竟是誤會，袂閣對陳大哥提告，總算是互經市長阿伯透一口氣。你若無甲告，我當然免交法呢，心情就較輕鬆啊。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宜蘭頭城大溪川今年4月，縣政府公告紅 K 護魚，不過社區的巡守隊卻發現講，這紅 K 告示牌啊，去互人破壞，頂頭閣有大隻這支紅 K 是在盜獵標記。警方是已經在調查，這社區也爭取講要增加監視器。巡守隊尾入去大溪川巡邏，所發現新菜的紅 K 告示牌啊，倒佇咧塗骹，疑似防破壞。現場閣會當看到這支紅 K 標記，講頭城大溪川公告紅 K 護魚是為了個人利益。我們都是屬於義務性質的，不是說我們有薪水有什麼，並不是你講的那麼單純說我們。什麼圖個人利益就對啊？巡守隊指出，大溪川干那短短7公里，若是魚仔互過頭濟，就可能會破壞到在地生態，才會有紅 K 行動。社區的巡守隊攏是義務性質，干那是希望這條珍貴的溪流生態會當永續。大溪川最終的成本有關買90多種，短短一條溪流生態多樣性，甲曾文溪會當相比拼，吸引真儕學生、研究單位攏來這觀察最終的成本。其實應該算蠻容易觀察，所以。我就會來這邊，然後因為你知道這邊有風息護魚，所以受到干擾會比較少。這樣。大溪川紅 K 告示牌啊，防破壞，嘛防打這期的標記。警方已經介入調查，地方會爭取佇咧大溪川出入口設置電桿，增加巡守的力。接下來，我想那個宜蘭縣政府這邊，他們也會很積極的，把很多東西呢，再把它做個更完善、更清楚，讓這邊的那個配套可以很完整。如果有這樣子必要的設備需求的話，我們再想辦法來爭取公部門的預算哈，看能不能予以將來來設置。民意代表的呼籲，外界對紅 K 還有巡守隊應該要有同理心，嘛希望縣府積極做好紅 K 配套。縣府嘛表示，這幾檔紅 K 成果是真好，會加強甲在地里民眾做好宣導。電桿的部分嘛會爭取公布預算來鬥爭。記者綜合報道。台南東山的景景，今年因為氣候，這山區的產地收成是無夠三成，佫撞到颱海。農民是希望講政府會當來勘察災情。原來是滿島的文旦，是因為這舊年的風颱調果無介理想，已經列入救助的名單。東山林景即陣人咧採收期行入山區果園，煞無生甲真旺的景象。主要今年受到極端氣候影響，頭起先是長期暴雨，加上迄陣寒冷，天氣無夠冷，落尾花期期間天氣閣無穩定，部分農民果算收成無三成，除了產量無理想，栽種的嘛比往年提早1個月會9分。農民講開花期間毋若有海棠大量生炭，即陣高雨有肯定的食物，會甲果樹甜安安，較歹光合作用，地數。無好收成，唔捌講無生呢，連續已經3、4年來攏袂衰。伊較山區內底面的，真正足慘，行較袂到，真正足慘的啊！因為都真正無生啊，因為這也毋是講咱今仔講有生講無生。啊，事實看起來都差不多都無生啊。其實6月初中央有來看災情，毋過農民認為嚴重的受災區其實攏佇因山區，安尼比起來，山頂和平地收成就差真濟。因希望相關單位定來看山區受損的情形，另外鏡頭來看滿島文旦。舊年嘛，互風颱拍甲真正力，調機嘛無真好。為着要協助農民，農業部日前已經正式公告，甲台南的種柚仔的園放入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地區。進第2階段。就是咱的紅柚、白柚、佮西施柚，因為伊的開花栽筍嘛，攏來到2、3成以上啊，所以這個第2階段就是咧補助紅柚、白柚佮西施柚。但因為沒有達到20%的情況哈，所以沒有報請農業部哈。假如農民有發現新的災情哦，那我們也請農民盡速向公所來做速報。農局表示，若符合資格農民，月底之前會當去在地公所申請。對景景到文旦攏是台南大項的農作物，有補助對農民來講會當減少損失，因希望政府加減補一寡。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雲林有181棟歷史的口湖牽水莊，是已經列入國家重要民俗。今年活動終已經起果啊，是依照古例舉辦打飯打放水燈等等的儀式，追溯1845年水災罹難的先民。
10外自樂的居民打飯搭用步練的去萬人場祭拜。西元1845年農曆6月初，一場強風暴雨，予雲林口湖、四湖沿海地區霜凍甲真嚴重，造成在地先民罹難。在後地方居民為着要超度這水災的亡魂，當年農曆6月初7、初8，攏會舉行追思的祭典。萬善爺廟都有一個委員會，那每一個委員會都依照他們本身的一個習俗跟祭典的方式來呈現。雲林縣府表示，口湖牽水莊佇咧2010年列作是國家重要民俗，說尾予保存者金湖萬善爺廟、蛤蟆寮萬善祠、下寮萬善爺廟舉辦打飯搭、放水燈、甲牽水莊等等儀式，用燈紙糊水莊引導亡魂去哩岸頂，嘛是全台灣規模上大的水災祭儀。道教可以初7是放水燈，初8是點狀、轉狀、倒狀。發揮阮是叫做起莊叫牽莊，起莊叫牽莊，就是家家的亡魂生起來超度。這個過程阮叫做起莊牽莊。第一隻阮就是拍開心來講，為什麼阮要來參加這個活動？為什麼這個來留的伊是有什麼意義？文管處嘛講，今年除了祭典，嘛有文化推廣，讓更較儕少年人加入打飯搭、做水莊工藝體驗，嘛用導覽人才培訓，希望讓更較儕少年人熟悉地方的歷史。記者綜合報道。高雄市民8月初1開始去日本的做道島，摕身份證就會當免費賞月景點。日本做道的市民若來高雄遊覽，也會當有免門票優惠，增加兩個城市的互動交流。高雄市甲日本新習慣做道市的景點互惠計劃當中，明定高雄市民會使將證件提出來，就會使免門票。佇咧做道島的金山導覽設施、紅興所，閣有博物館、甲主樂之心公園等等的景點佚佗。日本做道市民到高雄旅遊，嘛會使免門票參觀。古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鳳岐書院、紅門港文化園區等等的景點。這一次高雄跟佐渡呢推出這樣子的景點互惠計劃，其實主要是因為呢台日雙邊的城市都希望彼此的市民能夠更加了解彼此。高雄市府按今年初開始，陸續甲其他城市做伙講景點互惠的計劃。若日本做道市正做頭一個響應這個計劃的城市，嘛是高雄跨國景點互惠的頭一案。雙方期待透過免門票帶動更加多旅客進入對方的城市深度來旅遊。我覺得是一件好事啊，互相交流吧，擴大彼此的友好啊，是好事一件。對方的一些條件、一些環境。有哪些是我們值得我們借鑑的？多元一點，畢竟對我們市民一些思維的成長會比較好。做道島佇日本海東部，是敢若比沖縄較細的第2大島嶼，紅看做是日本離島秘密的景點。若是海岸線全長差不多263公里，人口差不多5萬人。島嶼頂懸也閣有一個紅燈籠做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的金山，自江戶時代留落來歷史遺跡，正做是這個島上界熱門的景點。若高雄市府講，未來陸續會公布更加多跨國城市互惠的景點，就等雙方將計劃講互定。記者綜合報道。公車是長輩出門真重要的交通工具。北市府甲民間團體今仔日就辦宣導活動，提醒這時段唔通約公車、就車，就愛徛好在。交通局也表示講，按算要改善公車倚站的區域，增加科技執法，掠違規停車。不過，除了提醒乘客，公車司機的教育訓練也是真大問題。這個就是後照鏡。照不到的地方。退休駕駛林先生透過實景體驗，提醒時代公車駕駛時衰時角，教老大人等公車過車路的安全觀念。儘管基金會嘛指出，真濟時代會約公車無徛好在就刷叮當，這個攏是真危險的行為，攏會增加老人跌倒、甲交通事故的風險。可能沒有辦法抓穩，好，所以啟動的時候是非常危險的。那我自己也曾在啟動的時候稍微跌倒一下，可以跟長者呼籲一下，說希望他們在等車的時候千萬不要去追車，然後呢就是上車的時候希望可以站穩那個踏階，然後慢慢走上去，然後有位置一定要坐，然後或者是有扶手一定要握好。根據台北市公共運輸處的統計，2025年經攞愛心卡坐公車比例已經佔23%，顯示時段是公共運輸的重要使用族群。
台北市公車聯管會甲政管基金會拜二嘛舉辦公車有限心運動時代宣導活動，希望提高時代坐公車安全觀念。台北市交通局嘛表示，今年會擴大辦理時代坐車安全宣導，甲公車業者合作推動公車客運，讓公車駕駛了解時代坐車需求。會把公車停靠區的前後，把紅線的距離加長。第二個就是我們常常看到停靠區的前後也都有那個違停。那這些違停以後，可能我們今年就會有實處的科技執法。台北市交通局表示，未來改善公車停靠區的環境，因當公車停靠區前後紅線距離，嘛打算今年佇坐車人停較濟台大便宜站、松山高中松隆站等等擴大，設科技執法減少違規停車，保障公車停靠甲乘客坐車安全。記者郭正陽之講台北報道。今年第37屆團結金曲獎8月2日頒獎。今年這歌戲的演員李靖峰是以《做七卡》這張專輯入圍6項。李靖峰是南投草屯人，投入歌戲30檔。頂日伊也回去故鄉演出，甲鄉親分享入圍的好消息。台一定是李靖峰歌戲團扮演的是杜麗娘，這出是改編徐棟演繹的古彩戲《李演接受》。李靖峰是南投草屯人，頂日回去故鄉南投搬戲給鄉親看。做外台戲無簡單，親像下晡彩排的時陣落大雨，後台嘛咧壓雨。拄啊風雨來吼，就是真大啊，措手不及吼。安尼雨棚落吼啊破空，你看做戲人的辛苦就是吼，透風落雨嘛愛行啊，為着要傳承，為着這個歌戲的文化，就是較艱苦嘛愛做。李靖峰投入歌戲超過30檔，捌摕過文藝的獎章。嘛捌摕過團結金曲獎，今年第37屆的團結金曲獎，伊的專輯閣入圍6項。這擺伊是突破傳統，加入 jazz， 互歌戲展現着多元迷人的面貌，互東方和西方融合。裡面跟咱咧啼笑共款，裡面都愛唱到足可憐的在咧轉變的時陣，迄個情緒非常的困難，包括這個音樂，攏是迄個歌野爵士樂。這擺咱這個曹七巧有入圍6個大獎哦。李靖峰表示，歌仔做七卡，台灣這次戲劇專輯，希望互更較儕人看到傳統藝術的無限可能。唔管搬什麼，伊攏盡力去做。伊講，因為伊真愛歌戲，嘛會甲這個熱情繼續傳落去。記者安秀南投報道。今仔日台灣各地頭攏真熱，新北、花蓮、中南部外山區可能會破36度，台東可能會靠會小風。氣象署表示，這禮拜各地頭攏是濟雲到好天，也若是菲律賓東邊海面一陣熱帶擾動，拜5、拜6對南邊過。東部甲恆春會落春雨。受到西南風沉降作用的影響，拜二台灣各地溫度攏真懸。氣象署表示，新北市、花蓮縣和中南部外山地區有可能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台東嘛有可能會吹火小風。另外，過道地對流的作用會較明顯，台北地區和西北部地區攏有可能會落西北雨。菲律賓東方海面這一區有一些比較明顯的雲系正在發展。預計未來這裡可能會有新的熱帶性低氣壓逐漸形成。那這個熱帶性低氣壓預計未來會逐漸的朝巴士海峽到呂宋島的北方這個方向移動，那再通過東沙島附近海面往廣東方向移動。氣象署指出，拜3到拜5受到太平洋高壓變強的影響，各地天氣大部分攏是濟雲到好天。北部和東北部地區過頭有可能會落西北雨，也若拜6禮拜東邊的水汽增加，東北部和恆春地區可能會落短暫的陣雨。明天後天各地在山區還是有一些午後雷陣雨，那在平地的部分降雨的範圍跟今天比起來會稍微減少一些，主要是桃園以北、南投以及雲林以南比較靠近山邊的一些部分平地，也要留意午後雷陣雨。氣象署講，目前在菲律賓東邊海面的熱帶擾動，未來有可能會形成熱帶性低氣壓。預估會在這禮拜5、拜6按台灣南方的海面通過，時間有可能會替東北部和恆春地區帶來水汽。不過實際上的發展，也是要繼續觀察。記者桂宗林、林飄凱台北報道。天氣報你知，做伙來看賣。北部地區30度到35度，
中部地區31度到35度，南部地區30度到35度，東部地區30度到34度，外島地區28度到31度。這回來關心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您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聞，我是蘇眉。咱明仔載下晡3點再相會。